香港演藝界今日傳來令人惋惜嘅消息，被譽為華語影壇一代傳奇嘅著名演員兼歌手葛蘭 Grace Chong 於2026年8月3日離世，享年93歲。佢嘅離世消息傳出後，引起唔少影迷同樂迷關注，大家紛紛向呢位經典巨星致以深切悼念。喺影片開始之前，如果你鍾意我哋嘅內容，記得按讚、訂閱頻道，並開啟通知鈴，咁就唔會錯過最新娛樂新聞同名人動態。你嘅支持係我哋持續創作嘅最大動力。葛蘭，本名張玉芳，1933年6月13日出生，係上世紀50、60年代最具代表性嘅香港女藝人之一。